早晨啊，咁多位，咁大家都知道咧，脊柱側彎咧，其實係一個唔單止係正面落過去咧，可以見到係一個 S 或者 C 字形嘅問題。其實咧，如果我哋而家用一啲三維嘅構造嘅 X 光咧，去每一個脊柱咧每一節數咧去睇咧，其實咧脊柱側彎咧係一個三維事件嘅問題嘅。咁所以咧喺除咗正面之外咧，喺側面啦，或者係成個椎體咧，其實都係改變咗嘅。咁所以咧，雖然你直望落去啦，個人好似係有啲我哋俗稱 S 字形或者 C 字形嘅感覺，但係咧其實咧個側彎咧唔單止係咁簡單嘅。咁我哋點樣可以睇到咧？嗱，如果我哋咧用一啲好舊嘅相片啦，即係以前解剖學或者可能未有真係醫過嘅脊柱側彎咧，你見到即係個脊柱側彎咧，除咗真係有一個 C 字形或者 S 字形咧，其實成個椎體都已經旋轉咗，引申到咧，其實啲肋骨咧，你見到咧都變咗形嘅喎。咁喺呢度咧，大家都見到可能一邊就係長咗啲，一邊咧就係直頭彎咗拱起咗。咁所以變咗點解有陣時我哋做脊柱側彎嘅普查或者檢查嘅時候咧，會見到呢一度拱起咗咧？其實咧就唔係個脊柱拱起咗，係因為咧個脊柱旋轉咗，令到成個肋骨唔平衡，拱起咗咧，就變咗有好明顯嘅分別啦。咁所以咧呢一度咧好明顯係高過另外一邊。咁有時咧，我哋同家長啊，或者甚至我哋自己學童保健嘅普查計劃咧，呢一個咧都係我哋運用嘅其中一個指標，去睇下有冇脊柱側彎嘅。嗱，咁脊柱側彎點解係一個病？我哋咁關注，亦都要去及早發現同埋及早醫治咧。因為我哋知道咧，本身個脊柱側彎咧喺青少年最常見嘅脊柱側彎，青少年嘅突發性脊柱側彎咧，佢除咗喺發育階段會不斷加重之外咧，如果佢過咗某個度數咧，其實發育完畢之後咧，都會繼續加深嘅。咁所以喺呢一種嘅脊柱側彎嘅話咧，如果你見到咁嚴重嘅脊柱側彎嘅話咧，當然除咗影響外觀之外啦，平衡亦都會影響嘅。你諗下，如果成個人側埋咗一邊嘅話咧，佢可能軀幹咧都係有啲唔平衡，行路都會有啲影響。但係咧，再嚴重啲嘅脊柱側彎咧，大家可以想像得到，本身咧其實呢一個係肋骨同埋胸腔嚟嘅。咁裏邊最重要嘅內臟咧就係肺部啦同埋心臟。但係如果好嚴重嘅脊柱側彎咧，佢因為成個旋轉咗嘅時候咧，佢其實咧係霸佔咗胸腔裏邊有限嘅位置。咁所以咧，令到如果係好細嘅小朋友有脊柱側彎嘅話咧，個肺部發育都唔健全啦。或者佢已經發育完畢嘅話咧，個肺部咧可能個肺咧本身咧，因為個胸腔嗰個體積係有一定嘅限制噶嘛，咁所以變咗如果有個脊柱喺度霸佔咗個位置嘅話咧，佢可能膨脹都冇咁好，咁所以咧變咗有啲好嚴重嘅脊柱側彎嘅病人咧，去到30幾40歲咧，佢就算行一段好短嘅路程啊，或者上落樓梯咯，佢都會有啲喘氣嘅感覺。咁最嚴重嘅脊柱側彎嘅話咧，理論上咧係有死亡嘅風險㗎。嗱，咁當然啦，有一個脊柱側彎咧，尤其是喺小朋友嚟講咧，係好影響情緒嘅，因為咧無論佢本身呢一個疾病嗰個診斷啦，或者甚至我哋有一啲非手術性嘅醫治方法咧，都會令到個小朋友覺得唔開心，家長又覺得好憂慮。咁所以咧，本身脊柱側彎咧都有相當連帶性嘅關係嘅。咁最後咧，因為肌肉嘅唔平衡嘅話咧，有好多小朋友啊，甚至大人咧都會覺得咧腰部咧可能有啲疼痛。本身呢一個節段咧就係講一啲非手術性嘅治療嘅。咁我想同大家分享最近我哋有啲咩新嘅治療嘅方針同埋研究嘅成果啦。傳統咧我哋有啲咩嘅做法？嗱，最主要咧其實我哋醫治脊柱側彎咧，就係防止佢繼續惡化。因為咧其實你已經有咗脊柱側彎啦。喺我哋醫學會或者係脊柱側彎嘅學會嘅定義咧，就係咧，你拍一張平面嘅 X 光係有10度以上嘅話咧，其實咧就已經算係有脊柱側彎嘅啦。咁你有咗脊柱側彎嘅話咧，其實係極少機會咧，佢係會透過任何啲醫治方法咧，去減翻去力度。咁所以咧，有咗脊柱側彎嘅話咧，我哋其實係只係防止佢再惡化或者加重到去影響咗我頭先同大家分享嘅問題咧。咁直到佢發育完畢，佢都唔會再彎咧。其實咧就係方針嘅目標。
咁當然啦，如果有辦法可以令到佢嗰個脊柱再矯形得好啲，譬如通過啲外科嘅手術嘅方法咧，亦都係可以做得到嘅。咁一般嚟講咧，其實嚟到脊柱側彎睇醫生咧，醫生最緊要咧就係要評估佢點解有脊柱側彎，佢係啲乜嘢類型嘅脊柱側彎啦。咁最常見咧，我哋叫做青少年突發性嘅脊柱側彎咧，其實係冇一個原因可以解釋得到嘅。但係咧，其實有好少部分嘅脊柱側彎咧，係的確有一啲原因去解釋得到咧，而係可以去醫治嘅，亦都需要去根治。咁所以喺嗰啲嘅脊柱側彎咧，我哋可能有啲特別嘅方法去再睇。咁但係咧，大部分嘅脊柱側彎咧，我哋叫青少年突發性嘅脊柱側彎。雖然我哋唔係好知道點解呢啲病人會有脊柱側彎，但我哋對佢本身個脊柱側彎嘅加重嘅惡化咧，其實都有好深入嘅理解嘅。咁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咧，我哋知道咧呢種嘅脊柱側彎咧，佢會喺青春期間，當個病人咧，或者當個小朋友咧一路飆高一路發育嘅時候咧，就會繼續加重。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呢種脊柱側彎嘅時候咧，我哋第一樣嘢咧就要睇下佢發育去到咩階段。咁當然啦，臨床有啲評估方法啦 ，X 光亦都有啲評估方法。我哋成日俗稱骨齡嘅咧，就係其實睇下本身個脊柱、本身個病人咧，或者個小朋友咧，發育去到咩階段。因為咧，越細個或者發育階段越早嘅小朋友咧，如果佢有脊柱側彎嘅話咧，佢加重嘅機會越快。咁當然啦，嚟到見 X 光咧，嚟到見醫生咧，醫生多數咧都會有個 X 光片咧，去釐定究竟本身嘅脊柱側彎係幾多個。嗱，如果係比較一啲輕微嘅脊柱側彎咧，其實大部分嘅小朋友咧，都可能咧只係需要觀察嘅啫。咁即係話咧，喺呢一嘅情況之下咧，係唔需要任何嘅特別治療嘅。但係咧，如果去到一啲比較嚴重少少嘅脊柱側彎嘅話咧，即係講緊可能係25度以上啦，亦都係喺佢個發育階段比較肥，喺比較細個嘅小朋友咧，最有效咧就係啲外支架。咁我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外支架嘅設計咯。嗱，呢一種咧係我哋傳統上咧最有效嘅外支架嘅設計嚟。咁咧，你見到如果喺呢一種嘅外支架嘅設計方法咧，其實咧佢本身嗰個成效咧係其實已經達到去差唔多7-8成㗎啦。咁但係咧，除咗係本身個外支架嘅設計之外咧，其實小朋友咧都要好乖咁樣戴住外支架。我哋見到咧佢個有效率咧，如果佢只係戴6個鐘嘅話咧，其實只係得4成嘅啫。但係如果佢隨住每日戴個外支架嘅時間係加長嘅話咧，去到差唔多18個鐘以上嘅話咧，其實嘅成功率咧係達到9成以上。咩叫成功咧？成功嘅話咧，即係喺佢發育完畢之後咧，佢都仍然唔會加重，唔需要做手術。呢個定義咧大概係40度到。咁所以咧，一般如果你快到完畢嘅話咧，去到40度咧，其實咧已經係唔會影響長期健康啦，冇啲心肺功能嘅影響啦，亦都大部分嘅病人咧喺外觀咧都可以接受得到嘅。咁呢種傳統嘅外支架咧，當然係有佢嘅好處，亦都係最有效嘅矯形嘅方法。咁但係咧，大家都見到啦，其實都幾辛苦啦。小朋友咧，除咗返學啦、瞓覺，其實需要帶足。咁我通常咧同啲家長同啲小朋友講咧，除咗你每日計6個鐘，可能沖涼啊、做運動啦或者休息咧，大部分時間都要帶住嘅。咁所以呢種外支架咧，的確係有佢本身嘅問題。咁亦都頭先同大家提到啦，佢嘅有效率咧，都係最好嘅數據咧，都可能大概係8成到。即係話你帶足個外支架咧，都有一部分嘅小朋友咧係會繼續加重、繼續影響嗰個脊柱側彎嘅。咁咧，所以咧，我哋如果見到呢啲小朋友，我哋照咗呢一種特別嘅 X 光啦，呢一種叫做 EOS 嘅 X 光咧，佢係一個低輻射量嘅 X 光嚟嘅。咁佢可以一次過咧照晒正面同埋側面咧，同埋做一個重建。咁我哋見到咧，戴咗呢個外支架之外咧，除咗個脊柱側彎係可以得以改善之後咧，其實我哋重建咗佢嘅脊柱咧，見到佢3維旋轉咧，其實咧都係有啲改變。咁所以如果喺咁樣嘅方法嘅話咧，或者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外支架，如果佢真係可以控制到除咗正面之外咧，
再將呢個旋轉有效地改變嘅話咧，嗰個外支架個成功率會高啲咧。咁所以你其實咧依家咧係有啲設計，嗱你見到呢一種外支架咧喺我哋大學亦都依家開始咧有一部分嘅病人去應用。嗱佢個設計咧係比較冇頭先嗰個咁大啦，亦都咧會見到咧佢哋嗰個外支架咧係透過控制嗰個旋轉咧去特登去針對，因為咧平時咧我哋只係做一個正面嘅矯形，其實咧除咗正面嘅矯形之外咧，係可以做埋一啲旋轉嘅矯形。咁咧希望咧小朋友第一可能會戴得舒服啲啦，第二咧就係咧有效地針對真係側彎嘅部位，矯正平面即係正面同埋旋轉嘅功能。嗱，我哋初步嘅研究咧，我哋而家做緊嘅其實咧係一個研究咧去比較呢一兩種側彎嘅小朋友，咁咧見到咧喺第一年即係12個月之內咧，其實咧兩個支架咧係不相伯仲，即係話咧就算你戴一個冇咁辛苦嘅支架咧，其實咧喺第一年咧就即係去到12個月啦，其實咧係冇分別嘅。咁所以我覺得小朋友可能唔需要戴一啲咁辛苦嘅支架，都可以改變到嘅脊柱側彎或者 hold 住嘅脊柱側彎。咁我哋希望咧做到佢發育完畢嘅話咧，呢一種嘅脊柱側彎嘅支架咧，唔單止係冇分別，仲可能有機會好過傳統嘅脊柱側彎嘅。因為佢除咗可以矯到正面嘅脊柱側彎之外咧，仲可以矯埋旋轉三維嘅脊柱側彎。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係比較我哋即係希望咧可以再用一啲新啲嘅支架嘅設計咧，去幫到啲小朋友。嗱咁其實咧，除咗外支架之外，或者真係已經需要戴外支架嘅小朋友，仲有冇啲其他方法？除咗透過設計個外支架之外咧，可以令到嗰8成再提高啲，可能9成或者9成以上嘅小朋友都可能唔使做手術咧。咁咧，其實咧喺好多地方咧，甚至依家香港都好普及嘅咧，就係我哋一啲叫做脊柱側彎針對性嘅運動治療方法。傳統咧，其實我哋醫脊柱側彎咧，以運動方式嚟講咧，通常咧治療師都可能叫小朋友咧係做一啲肌肉嘅強化，或者係做多啲運動啊咁。咁本身對於脊柱側彎嘅度數咧，其實可能冇乜實質嘅大作用。但係咧，其實咧如果我哋睇過即係全世界啊，或者係就甚至而家香港咧，其實咧以脊柱針對性脊柱側彎嘅運動咧，其實咧係已經好大嘅咧，已經有7種嘅唔同嘅脊柱側彎㗎啦。咁呢啲嘅脊柱側彎嘅運動咧，佢都係透過我頭先所講三維平面嘅原理咧，去做一啲呼吸性啊、拉伸展啊特別嘅技巧咧，佢可能改變到脊柱側彎嘅度數啦，令到佢唔好惡化啦咁樣嘅。咁其實咧香港嚟講或者全世界咧做得最多研究嘅咧，就係呢種叫做索羅斯嘅訓練方法。咁索羅斯咧本身咧係一個女士啦，佢係一個德國嘅護士嚟嘅，佢自己本身都有脊柱側彎嘅。咁咧嗰陣時咧喺我應該係30年代嘅時候咧，你見到咧佢咧20年代 sorry， 咁咧佢都帶住啲小朋友咧，就好似去咗一個訓練營咁樣，咁咧就帶咗佢入學校啦，咁咧就做一啲不同嘅運動。咁咧因為咧嗰陣時咧，我哋都知道咧呢一種運動咧唔可以話做一兩次咧就可以解決到嘅，咁所以咧特別設計咗呢一種好似啲 training camp 咁樣嘅訓練營咧，咁帶佢哋入去咧做不同嘅運動。咁但係咧，因為咧本身可能呢一種嘅方法咧都冇一啲好深入嘅研究啦，咁所以咧冇一啲好好嘅數據啦。咁同埋咧，佢哋即係治療師睇脊柱側彎嘅方法，或者做呢種斯羅特嘅訓練嘅方法咧，同本身醫生睇脊柱側彎嘅方法咧，佢嘅分型咧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一直咧都冇一啲好特別或者好關注嘅研究。咁咧，所以咧我哋咧香港大學咧就希望可以將呢一種嘅運動咧係做一啲深入嘅研究咧，去睇下究竟喺個數據方面咧究竟係有冇效。嗱，咁咧喺香港嚟講咧，就基本上咧冇可能叫啲小朋友入訓練營咧唔返學㗎啦，因為咧個個咧都要補習啦、學琴啦、做運動啦、考試啊、DSE 啊，唔知即係好多嘅嘢啦。咁我冇可能叫啲細路仔1年唔好返學啦，就嚟我個訓練營做1年啦。咁啊冇可能嘅。咁所以咧，
我哋咧亦都因為咁樣咧，我哋做咗啲初步嘅研究。咁咧，我哋嘅治療師就第一批去咗德國，攞咗呢一個證書翻嚟。咁咧就設計咗一啲可以喺門診做到嘅斯羅特嘅訓練。咁咧，我哋設計咗一個大約8星期嘅訓練計劃。咁佢大約每2個禮拜嚟一次咧，就學識一組嘅運動。咁學識晒咁多組嘅運動之後咧，咁咧就每3個月翻嚟我哋覆診一次咧。咁咧就做一個評估。咁佢翻嚟嘅時候咧，我哋都好似俾功課佢咁樣嘅。咁咧啲家長要簽名啦，好似簽手冊咁樣啦。小朋友咧就要表演下俾我哋嘅訓練師，俾我哋嘅治療師睇下究竟做得好唔好啦。咁咧佢亦都會拍啲片俾我哋治療師睇下佢每日嘅狀況。咁我哋希望咧，佢每日都可以做到大約9個字嘅治療，7日裏面都可以做到5日嘅治療。咁咧就差唔多可以達到咧，佢係一個訓練型嘅方針。咁呢個基本上喺我哋香港咁繁忙嘅小朋友仲繁忙過我嘅生活嘅時候咧，可以做得到嘅嘢。嗱，咁我哋初步研究咧，發現咧，其實咧咁樣嘅治療方法咧，其實同佢入咗訓練營嘅方法咧係差唔多，個成效咧都應該唔係話好大分別嘅。不過咧，我哋做咗個研究咧，就係話，如果一啲比較嚴重嘅小朋友，佢已經戴緊外支架，再加埋呢一種斯羅特訓練嘅小朋友，會唔會有一啲再好啲嘅成效咧？嗱，咁我哋咧做咗一個5年嘅研究計劃咧，今日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嗱，呢啲全部都係25度或以上嘅小朋友，即係話咧，全部已經達到我哋脊柱側彎學會需要戴外支架嘅指標，亦都係發育緊嘅小朋友。OK，咁咧我哋將佢咧分咗為2類，一種咧就係用我哋傳統方法，淨係戴外支架；另外一種咧就係戴外支架之餘咧，仲要做埋我頭先講嘅斯羅特訓練。嗱，我哋發現咧，其實咧，就算小朋友真係好乖，戴足外支架，做埋斯羅特訓練咧，其實如果係啲好嚴重嘅脊柱側彎嚟講咧，其實咧對脊柱側彎嘅家草嚟講咧，唔係有一個數據性嘅分別，但係咧的確咧係有一個分別嘅。OK，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咁樣嚟講嘅話咧，其實佢係咪一個好啲嘅方法咧？喺呢一個數據嚟講咧，係見唔到有一個好特別明顯嘅分別。OK，咁所以咧喺呢一種嘅小朋友咧，如果大家真係覺得佢戴外支架已經好辛苦咧，加埋斯羅特咧，未必可以令到嗰個脊柱側彎咧係再好啲嘅。OK，咁所以大家睇到咧，其實全部啲數據咧，其實唔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分別。嗱，咁對於做手術方面，會唔會有一啲好明顯嘅分別咧？嗱，如果單憑呢個數據嘅話咧，其實我哋都見唔到一個好大嘅分別。不過咧，因為本身參加嘅研究嘅小朋友唔係話真係好多，每邊都係得50零40零50個。咁所以如果我哋計嗰個數據嘅話咧，本身嗰個減少做手術嘅百分比可能唔係話好高。但係如果我哋計晒本身分別嚟講咧，雖然佢帶唔到一個科學性嘅分別，但係咧其實咧都係有少少影響嘅。你見到咧，如果做咗呢一種運動，加埋呢一個外支架嘅話咧，其實咧可能係有2成半嘅分別。嗱，雖然數據上咧，我哋唔係話一個即係如果喺科學嚟講喺數據上咧，佢唔係達到我哋一個指標。咁但係話，如果你見到有少少機會，或者有26% 嘅機會，有機會可以避免做手術嘅話咧，值唔值得做咧？嗱，呢一個咧反而咧，雖然喺科學上面暫時我即係證實唔到，咁但係話咧，即係喺家長同埋喺小朋友講嘅角度，可唔可以去即係做多少少去令到呢一個80% 數據去提升咧？其實咧係可以即係討論啦，亦都我會同家長傾嘅。即係雖然咧，我冇一個好好嘅數據，我話俾佢知一定得。咁但係咧係有一個希望喺度。咁所以如果小朋友想做，家長亦都唔介意咧，去即係俾個小朋友嚟學咧，我仍然咧係會轉介啲小朋友去做。呢個 NNT 嘅意思嘅，即係你意思咧，即係話咧，如果我大約依29個小朋友咧，有一個小朋友會避免到做手術。
OK， 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有一個成功率喺度，雖然佢達唔到我哋科學上嘅要求。咁所以咧總括嚟講咧，其實如果我哋真係針對性去醫個脊柱側彎嘅話咧，除咗喺正面嘅脊柱側彎咧，其實咧我哋發覺咧，所有可以將三維旋轉改變而矯形嘅方法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希望，或者係有一啲數據咧去支持呢一種嘅醫治嘅方法嘅，喺非研究、喺非手術性嘅效果治療方針裏邊。咁所以咧，除咗我哋比較一啲新型嘅外支架設計之外啦，亦都會通過一啲治療嘅方法，咁咧希望咧可以令到再多啲小朋友咧避免去做一個外科嘅手術。咁咧就希望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咧，就係我哋比較新啲嘅科學嘅研究嘅數據咧，喺呢個非手術性治療方面。咁之後我都知有好多唔同嘅嘉賓咧，會同大家分享咧不同嘅其他嘅醫治方針。咁咧就陣間可以再解答大家嘅問題。多謝。